有关这个不分区立委的名单，国民党甲民进党拢会伫明仔载来公布。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海选，这礼拜嘛会有结果。不过今仔日传出讲，可能第二个不分区的名单，负责来冲政党票的学者黄静莹有新的乱情，是来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伊的头家郭文泰是啥物看法呢？ 知道，老是后来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知道，他早上还在报那个《每日以前汇报》的时候，他不露声色。你会祝福学姐的新恋情吗？奇怪，人家我刚才把足球啊，人家年轻人的事，我奇怪为什么我听讲哦，少年代志哦，老岁仔卖管，你知道？郭文泰讲，只要黄静莹有准时来上班，交代的工课做有了，私领域的代志做头家袂当问伤多。 黄静莹今仔日本人是临时来请假，除了日前传出去互骚扰，即摆新的乱情，搁互放大来检视，可见媒体是一直在甲注意。